每一集拢足爽的呢，因为来遮会当看到足侪无共的导演先生，伊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看大家讲伊的故事。我感觉学甲足多，而且有时阵无咧录影的时阵，我拢足想要来看，因为拢感觉哇，足刺激的，足特别的。我上期待的就是会当平常时讲袂到的台语，因为平常时我搬来台北了后，其实足少讲台语的，所以因为工课关系，会当个看台语安尼。淡薄学，所以我感觉足欢喜的，因为真正足久无讲啊，所以我感觉上大的困难就是我紧甲我的台语册摕出来，紧甲背安尼。不过我昨昏咧录影的时阵，有互阮的台语的老师，伊昨有来现场，伊讲我的台语讲得足标准的，所以我有互伊学了哦。有哦，我有互学了哦。